喺中國近幾十年嘅財富與娛樂故事裏，周正毅同楊恭如呢兩個名始終帶住一層撲朔迷離嘅光環。佢哋一個係叱咤風雲嘅上海商人，一個係90年代香港影視圈嘅明星，一個喺資本市場上縱橫捭逡，財富飆升到令人咋舌嘅地步，一個憑借清麗嘅容貌同甜美嘅氣質，成為銀幕上讓觀眾難以忘懷嘅女神。當呢兩個原本屬於唔同世界嘅人，因為傳聞而被緊緊聯繫埋一齊嘅時候，自然引發咗無數嘅關注同猜測。佢哋之間嘅關係究竟係真實嘅情感，定係資本同名氣嘅相互映照？至今仍然冇明確嘅答案。但係正係呢種模糊同曖昧，俾佢哋嘅故事俾人一再談論，成為當年最轟動嘅話題之一。周正毅嘅故事起點並唔高，佢1961年出生喺上海，家境平平。細個時候甚至要為生計奔波。年輕嘅時候佢做過小生意，擺過攤，靠精明同埋勤快賺到第一桶金。改革開放帶嚟咗前所未有嘅機會，中國經濟喺80年代到90年代初高速增長，上海更係成為全國最具潛力嘅城市。周正毅憑借敏銳嘅商業嗅覺，抓住咗房地產同證券市場嘅機會，開始咗佢嘅財富積累。90年代嘅上海樓市火爆，金融氛圍濃厚。周正毅喺房地產行業大膽投入，好快賺得盆滿缽滿。佢唔僅僅滿足於做開發商，更積極進入資本市場，頻頻運作上市公司股票。喺當時監管尚不完善嘅環境下，佢嘅手法迅速而高效。短短幾年時間，佢嘅財富暴漲，喺上海灘聲名鵲起。2001年，佢登上福布斯中國富豪榜，排名第11，身價超過10億美元，被外界稱為上海首富。嗰時嘅周正毅幾乎代表咗財富與成功嘅極致。與此同時，香港嘅娛樂圈亦喺90年代迎來咗最後嘅黃金時代。香港電影影響力遍佈整個華語世界，電視台捧紅咗一代又一代演員，選美比賽更係美女嘅搖籃。楊恭如就係喺咁樣嘅背景底下走入公眾視野。佢1995年參加亞洲小姐競選，憑借甜美嘅長相同大方嘅氣質脫穎而出，獲得冠軍，從此進入娛樂圈發展。之後幾年，佢出演咗多部影視劇，雖然未必係頂級巨星，但憑借清新脫俗嘅形象，積累咗大量觀眾緣。佢係觀眾眼中嘅女神，亦都係廣告商眼中嘅寵兒。正當楊恭如嘅事業逐漸穩定啦，周正毅嘅財富故事亦都喺度持續發酵。關於佢哋兩人關係嘅傳聞呢，最早出現喺媒體報道中，坊間盛傳楊恭如同周正毅關係密切，有講法稱佢喺上海擁有豪宅，呢背後就係周正毅嘅支持。更有報道指出，佢哋之間唔單止係朋友關係，而係情侶。咁樣嘅消息一旦傳播開嚟，自然引發公眾巨大嘅興趣。畢竟一個係資本大鱷，一個係娛樂圈女神，咁樣嘅組合本身就帶住戲劇性。喺當時嘅社會氛圍裏邊，商人同明星嘅結合並唔罕見。商人擁有財富，明星擁有美貌與名氣，彼此之間有住天然嘅吸引力。好多商界大亨同女明星嘅故事喺媒體同大眾茶餘飯後被津津樂道。周正毅同楊恭如嘅名字聯繫埋一齊之後，好快成為當年最熱門嘅話題。有人稱呢個係愛情故事，亦都有人認為係互相利用，甚至有人將佢解讀成資本與娛樂互相綁架嘅典型案例。周正毅喺公眾面前一直顯得高調，佢嘅財富增長速度太快，幾乎一夜之間成為億萬富翁。而楊恭如雖然性格低調，但明星嘅光環注定俾佢無法躲避聚光燈。當佢哋嘅名同時出現，便注定引嚟無數猜測。有人話楊恭如係周正毅喺上海嘅座上賓，出入豪宅，風光無限。亦都有人話佢哋嘅關係並冇外界傳得咁誇張，只係媒體喺度捕風捉影。無論真相如何，呢段關係嘅傳聞好似雪球咁樣越滾越大，
幾乎成咗當時八卦新聞嘅頭條。然而，命運嘅轉折好快到嚟。2003年，周正毅因涉嫌經濟犯罪被捕，呢個消息震驚全國。昔日嘅上海首富一夜之間成咗階下囚，佢嘅商業帝國迅速崩塌。隨之而嚟嘅係對佢生活方方面面嘅全面曝光，其中自然少不了關於佢同楊公瑜嘅傳聞。媒體再次將呢段關係擺上台面，公眾開始重新審視楊公瑜。有人質疑佢係咪從中受益，有人指責佢過於依賴資本，亦都有人替佢辯護，認為佢只係無辜被捲入。面對外界嘅喧囂，楊公瑜選擇咗沉默，佢幾乎從未喺公開場合正面回應過同周正毅嘅關係。對於一個女明星嚟講，咁樣嘅爭議無疑係沉重嘅，佢嘅事業因此受到影響，作品數量減少，媒體關注點亦都從佢嘅演藝事業轉向佢嘅私生活。久而久之，佢嘅曝光度逐漸下降，最終淡出咗娛樂圈嘅主流舞台。有人話佢係被逼退隱，有人話佢係主動選擇低調生活。唔理邊一種，事實係楊公瑜逐漸消失喺大眾嘅視野裏邊，只留低零星嘅消息與懷舊嘅回憶。如果從更大嘅角度嚟睇，周正毅同楊公瑜嘅故事，其實係嗰個年代嘅一種縮影。90年代到21世紀初，中國嘅商界同埋娛樂圈都處喺巨大嘅變動之中，資本嘅力量迅速膨脹，娛樂明星嘅影響力空前擴大，兩者之間嘅交集不可避免。商人希望通過明星提升自己嘅社會地位同埋形象，明星則可能希望通過商人嘅支持獲得更穩定嘅生活或者資源。喺呢種背景下，類似嘅故事屢見不鮮，而周正毅同楊公瑜只係其中最具代表性嘅一對名字。今日翻過頭嚟睇，佢哋嘅關係究竟係愛情定係傳聞，已經冇咁重要啦。重要嘅係呢一段故事折射出財富同名氣之間嘅微妙關係，亦反映咗嗰個時代人們對金錢同娛樂嘅想象。周正毅嘅起起落落，俾人睇到資本擴張嘅風險與代價；楊公瑜嘅沉浮，則提醒人們，明星喺光鮮背後，亦有無奈與脆弱。兩人嘅交集，最終成為一段充滿戲劇性嘅往事，俾人們反覆提及，卻始終帶住懸念。喺好多觀眾心中，呢一段故事嘅吸引力，並唔在於八卦本身，而在於其中蘊含嘅現實意義。財富係咪能夠帶嚟真正嘅幸福？名氣係咪能夠抵擋流言嘅侵蝕？商人同明星嘅結合，究竟係情感嘅自然發生，定係利益嘅算計？呢啲問題喺佢哋嘅故事中都能夠揾到投影。周正毅同楊公瑜嘅人生軌跡雖然唔同，但都證明咗一個道理，咁就係無論身處何種位置，最終都無法逃脫時代嘅浪潮。時至今日，周正毅已經淡出公眾視線，偶爾有消息傳出，多數亦都只係關於佢低調嘅生活與偶爾嘅商業嘗試。楊公瑜則過住相對平靜嘅生活，遠離娛樂圈嘅喧囂。兩人都已經唔再係當年媒體追逐嘅焦點，但佢哋嘅名一旦被提起，依舊能夠讓人諗起嗰個年代嘅風風雨雨。周正毅同楊公瑜嘅故事，不論真相如何，已經成為一段時代傳奇。佢唔僅僅係關於個人嘅八卦，更係關於財富、慾望同選擇嘅預言。佢提醒人們喺追逐名利嘅路上，光環之下往往暗藏風險，榮耀之後可能係深淵。而喺燈紅酒綠嘅繁華背後，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屬於自己嘅抉擇與代價。